來看這場真趣味的比賽，嘉基綠草舉辦一場煮白米飯的比賽，規則是袂使用電鍋，都要用快速爐甲鼎來煮。來參加的民眾，大家攏提出因煮食的撇步。有評審表示，煮飯毋是電鍋起落就好，咱台灣的米品種是真濟，民眾若是會當來了解無共品種的特性，這飯煮起來定就會較好食。將要煮的白米點定的來洗過了後，放入去鼎內底，用快速爐來煮。嘉義縣的綠草鄉舉辦煮白米飯的比賽，要透過這個方式來推廣在地種植的稻仔。今天煮的米飯哦，是我們鹿草在地選育的鹿草牛奶香米。那主要想要推廣這支米，讓更多人認識它所以大家來試着煮看看，看可以煮出多好的一個風味。飯佇鼎內底豆豆仔煮熟，有人偏氣味，有人控制溫度，嘛有人佇煮的過程加物件入去。參加的民眾，大家人攏展現家己煮白米飯的撇步。參加的人就表示，同款的米水濟水少，溫度的關係，攏會影響最後的口感。即賣人攏會食飯，攏唔知安怎煮。即賣現在用這個方法的話，就會覺得就是你感覺會比較有自己的成就感。煮米飯對大眾而言是很簡單的事情。可能就米洗一洗，電鍋按下去就可以了。但是實際上，你用這樣子的土法去煉鋼的話，煮起來的米飯有差異性的。農試所的學者就講，稻仔在台灣的農業發展當中是真重要的種族。真濟稻仔經過改良了後，所種出來的米，香氣甲口感是愈來愈好。透過活動的舉辦，唔但推廣食米的觀念，嘛希望為這當中會當讓民眾更加認識在地的農業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